今年年底呢個比特幣咧有機會下跌到去翻5萬蚊美金嘅。2030年咧呢個以太幣就有機會咧就俾呢個量子電腦咧解破啦。你嘅銀包咧，其實就算你擺喺屋企咧，其實你係會隨時唔見嘅。大家好，比特幣最近又跌破呢個9萬蚊美金啦。算力飆升嘅同時，會唔會令到佢變得毫無價值呢？咁我喺呢度就大膽預測，今年年底呢個比特幣咧有機會下跌到去翻5萬蚊美金嘅。其實世界上嘅任何一個貨幣都係毫無價值。佢所謂嘅價值其實係基於大家嘅信任同埋認受性。喺技術上嚟睇咧，佢嘅價值其實係建立喺大家嘅共識之上。只要有人願意用佢，有人相信佢，佢就會有價值。所以咧，以下兩點就非常之重要啦。咁第一點咧就係全球嘅算力持續飆升，而家量子電腦咧已經講緊係比世界上最快嘅超級電腦咧算力可以快13000倍嘅。咁咧呢個以太坊嘅創辦人 Vitalik 咁佢都講過啦，2030年咧呢個以太幣就有機會咧就俾呢個量子電腦咧解破啦。咁呢個解破嘅機率咧都達到20%㗎，咁所以其實就唔夠4年嘅啫。第二點咧就係呢個信任危機啦。咁美國政府咧就已喺2025年10月份啦，咁啊充公咗12.7萬個比特幣。咁當其時咧就係因為就已經就搗破咗一個叫做電騙集團啦。咁咧但係咧其實咧喺2020年12月嘅時間咧，佢呢個咧電騙集團嘅商人嘅某個錢包咧就已經咧其實咧俾黑客攻擊咗。當其時咧佢12.7萬嘅比特幣咧其實已經掌握喺呢個美國嘅手中啦。即係如果你持有比特幣，你嘅銀包咧，其實就算你擺喺屋企咧，其實你係會隨時唔見嘅。咁如果有呢啲事件發生，相信咧呢個信任就會被打破。咁所以而家咧見到咧個比特幣咧都係不斷持續下跌嘅。咁所以呢兩點咧其實已經非常之足夠咧，令到個比特幣咧將會變得毫無價值。